进课表的经文到使徒行传第10章吼，第10章，伊个命令阮传互百姓，这是彼得讲的吼。啊，要入去今日的经文进前，大家知影头前发生啥物代志吼？就是对10章一开始，吼，咱今日是看34节吼。为10章第1节开始，咧讲两个人看到异象，吼，啥物人？一个是使徒彼得，啊，一个是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，对无？吼，啊，因看到啥物异象啊？分别看到啥物异象？就是意大利百夫长伫祈祷的时阵，天使来甲讲，吼，讲你平常时啊，周济穷人，吼，啊，祈祷上帝拢安那？上帝拢听到啊，吼，所以你爱派人去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个彼得，西门彼得，吼，啊，伊住伫一个迄个咧做皮革匠的厝内面，吼，你爱派人去找伊来，有一寡话要甲伊讲，有一寡话要甲你讲，这天使对哥尼流讲的话，吼，啊，上时彼得伊咧祈祷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异象。天顶一个大布，吼落落来，吼内面拢包一寡动物是伊袂当食的，吼。啥物意思是袂当食？就是犹太人伫旧约利未记，上帝有规定，因所有的食物，无论是四只脚、两只脚，还是伫水内面的生物，也是涂骹白，遮个动物拢有分做清气甲无清气，吼。啊，这个布内面有侪是无清气的动物，啊，彼得看到啊，听到声，对顶面的声讲起来，抬来食。哇，彼得心内这摇疑，讲奇怪啊，这物件吼，伊个甲上帝讲，这物件我自细汉我都无咧食这，因为这圣经规定这袂当食。啊，毋过上帝讲，上帝所清气的，你毋通甲当作是。啊，是俗物吼，伊本来的意思是讲无清气的吼。安尼，即个异象重复3届，啊，就收起去啊。吼，啊，彼得心内伫奇怪的时阵，啊，哥尼流派人就到啊。吼，啊，天使嘛叫彼得爱接待啊对因去。吼，好，即马的彼得。互因带一工一暝了后，带遮个人啊，甲伊四周个人做伙去百夫长哥尼流因兜，啊，即马听哥尼流伊讲伊个代志，啊，彼得个思考伊家己看到个异象，这个彼得还蛮灵巧的吼，发现上帝有心意伫内面，所以就为今日的经文就开始讲34节，彼得开嘴讲。当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取人吼，外貌取人，咱的和合本是翻作不偏待人吼。无要紧，咱来看吼，先等来看使徒彼得甲百夫长哥尼流吼。好多使徒彼得，咱毋免阁介绍这个人吧？敢有需要？拢有熟悉无？好，咱较熟悉这个人啦吼。咱来看这个哥尼流，吼，圣经讲伊是百夫长，吼，知影啥物叫做百夫长无？啊，第二个介绍是健强的人，吼。咱先来看百夫长，吼，这是罗马帝国军队内面上重要的吼，战斗力最强的就是这个百夫长。啊，那咱台讲霸总。霸总管几个人？就差不多100啦吼。以后有改啦吼，改较少，毋过差不多拢是100。所以若管100人的即款的军官吼，咱若即摆的军队看起来是陆军是啥物诶？排长。啊，你做兵伤久啊是无？连长甲连长共款啦吼。啊，毋过吼。百夫长无共款的所在吼，伫战争的时阵吼，
百夫长来总上头前，啊，咱的连长咧，上后边。所以伫罗马帝国的军队内面吼，消耗率上悬的就是百夫长。啊，毋过因若无死吼，会愈来愈厉害，吼，愈做愈悬吼，甚至于咱的河本翻作千夫长吼，嘛是百夫长的意思，毋过伊管较侪人，吼。啊，百夫长通常拢是一寡毋是罗马帝国的公民，伊为着要拿到这个公民权。去这边吼，啊，百夫长，因常常就会当变成罗马公民吼。伊讲这个哥尼流是一个百夫长，也无啊这沟水吼，有没有像那个 7-Eleven 迄个 Open 奖？有无？哈，咱若看另外一种无啊是迄个迄毛毛是直的迄种的，有无？咱看电影有看迄种的，迄种的毋是百夫长吼，迄种的是骑兵吼，骑马的，较是直迄种的吼。啊，若这种边啊呢？太阳半个太阳出来的啊 ，Open 奖，这就是百夫长哈。好，另外介绍哥尼流是讲伊是一个健康的人哈，这不是一个形容词哈，这是一个名词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讲这句话，不是在讲迄个哥尼流很敬虔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健康的人，这句话是一个专有名词哈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这款人是外邦人，对犹太人来讲，伊是外邦人。啊，毋过伊安怎？伊遵守圣经旧约一切的规定、甲法律、甲律法，吼，这叫做健康的人，吼。啊，若毋过你就知吼，若一个外邦人吼，啊，若遵守一切的律例吼，啊，拢真正真做已经。皈依犹太教，安尼以后伊就变成犹太人了嘛，对无？啊是安怎？伊毋是犹太人，伊是健康的人，因为有一件代志无做，就是安尼，啊袂惊甲累吼。啊，这有当时啊是因为犹太教的团体搁咧甲观察，还在观察这个人，所以无惊甲累。啊，毋过常常的原因是因为伊无爱惊甲累，因为这个人是。官员吼，因是罗马帝国的官员吼。这个罗马帝国是承接希腊的文化，吼，希腊伊对身体的健全跟美丽是介重视的吼。所以你这个官员，伊若惊甲累，就表示身体有什么有缺陷了吼。啊，你讲啊惊甲累，啊毋是讲惊伫目睭啊，是讲惊伫手啊。啊，看袂到啊！是安怎？他们那么在意，遐尼在意，看会到袂？看会到，因为罗马人嘛，最爱洗身躯诶，毋是啦，毋是讲最爱洗身躯，最爱泡汤诶，吼，最爱伫公共浴池咧洗身躯，吼，啊，迄个公共浴池就是遮个社会的高阶层人士，因咧开讲，也是咧。交易的所在，吼，所以因一定看会到讲，啊你遐总安那，总减10倍，吼，所以一般的官员因是袂去行割礼，吼，啊毋过因会真做欢喜甲犹太人做伙，伫遮先停落来，各位兄弟，咱想一下吼，犹太教的信徒，就是以色列人。也是遮犹太人会传教袂？想一下，他们会不会传教？会不会啦？因为迄个外邦人传教袂？会袂？袂哦。是安怎袂传教？啊，若无传教，因个信徒安怎来？啊，用生啊，吼，因则强调犹太人甲上帝所立的约所结的迄个约束，因得爱生养众多，安那遍满全地，吼啊，每一个支派家谱拢做清楚的。你若要真做犹太人，你若是犹太人，你若是甲伫上帝约内面的犹太人。
你得安那，你的家谱来这清楚诶，12支派这清楚诶，所以因未传教，他们不传教，他们看未起外邦人。各位兄弟，因若无伫传教，阁看未起外邦人，是安那外邦人像哥尼流这款百夫长，伫社会是有一个地位的人，是安怎会甲因做伙？想要甲因共款，遵守一切旧约的诫命？为什么？即群上帝百姓无得传教，无得叫人去因的会堂，是安怎外邦人会去亲近？你有在思考无？有没有在猜啊？有没有在思考啊？是安怎即群的信用群体拢无在传教，竟然有外邦人？就是即群信用群体所看轻的人，即群外邦人竟然会去加入，要参加，甚至有的人会惊甲咧，会成做犹太人。为什么？见贤思齐吼！你看咱基督徒伫台湾传福音传到遐拍拼，敢有人要入来？怎么摇头摇那么快？这奇怪咧！因都无咧传福音，无咧传教，是安怎？敬虔人的比例是很高的，敬虔人的比例是很高的吼。到耶稣迄个时代，也是耶稣以后的时代，就是唔是犹太人要成做犹太人的比例是很高的吼。好，无要紧，咱搁看咧。彼得今日的经文一开始就讲一句话，讲：当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取人，吼，不用外貌取人，吼。咱若来看咱的和合本，就是说不偏待人，吼。这两个有共款无？意思会当甲想一下无？啥物叫做不偏待人呐？上帝不偏待人，啥物意思？对人拢安那，拢相共吼。若不以外貌取人，咱若台语你讲，无用外貌来款待人，安尼啥物意思啊？无因为你较缘投较水，就对你安那较好。无因为你是啥物身份，你是犹太人，较有钱的犹太人，就对你较好，毋是。所以这两个意思一样，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的吼。伊讲我知影上帝真正没有偏待人吼，伊是咧讲啥物意思？伊讲，毋是因为犹太人，所以上帝要甲接纳，吼，是因为啥物货？这个人。描写圣经文描写，哥尼流是安怎描写？伊讲这人是敬畏上帝，来咧，行公义的事，所以上帝甲接纳。各位兄弟，咱来思考一下哦。毋是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，所以上帝甲接纳，毋是，是因为这个人安那敬畏上帝，行公义的事，所以上帝甲接纳。我之前一直甲各位兄弟，咱的兄弟姊妹讲一个观念：今仔日现在基督徒，甲旧约时代的犹太人，其实是同款地位的人。犹太人甲基督徒拢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若要甲这个代换一下，咱就会当讲，毋是因为咱是基督徒。所以上帝甲咱接纳，对无？是因为啥物货？敬畏上帝，行公义的事。所以各位兄弟，若有一个人是伫咱的眼光看起来，毋是基督徒的人，毋过伊敬畏上帝，伊行公义，那照使徒行传安尼讲。上帝会接纳袂？
会袂？你讲这人还袂洗礼呢，还袂家己人固定教会呢？上帝会接纳袂？会呢，吼，咱好好思考一下，因为这个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吼。好，彼得就一直讲咧啊，讲吼，这个上帝所要互以色列子孙的话，是对迄个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。吼，这是对第开始吼，是对吼，我才无写出来，是对迄个行洗的约翰传洗礼了后，对加利利到变犹大，吼对这个拿撒勒人耶稣，这个耶稣是上帝用圣神甲高摩甲抹的，吼，伊就安那世界行好事，做好事，医好，记那魔鬼所压制。各位我们有时候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吼，去描写耶稣基督的医治。好，正我安尼讲，我讲耶稣基督医治人，你想到什么货？你想到什么医治？哈？啥？较大声？哈？行神迹医治什么东西？哈？病痛啊，搁有无？赶鬼吼，搁有无？好啦，市面得着看见，摆骹变水的会当行，手高打的变正常。吼，咱去想到耶稣的医治，会想到这么多对吧？会想成这种。毋过伊的经文是写讲吼，伊的医好，记那魔鬼所压制。若魔鬼所压制，伫人表现出来什么情形？不要一直想象成真的有一个魔鬼在干嘛？附在陈思豪牧师的，我就开始安啦，面就变安啦，发觉安尼吼，不要想成这样子，那是笨鬼才会做的事情吼。我定下讲，笨鬼才会去附身呐。一个人的性命好好，一个鬼甲附身，用伊的性命去做歹代志。各位兄弟，这个上咧做。上帝做啦，是鬼做啊，人做，一个魔鬼 possessed 去掠着一个人，甲附身，这个控制这个人去做歹代志，那上帝做啦，是人做啊，魔鬼咧做。迄魔鬼至少嘛要负一大片的责任对无？所以我讲是戆鬼嘛，笨鬼才会这么做嘛。到时候上帝算账算谁的？魔鬼的嘛，所以聪明鬼也安怎做？聪明鬼会怎么做？你弄盖先很有经验哦。聪明鬼一定是诱惑你去做坏事啊，诱惑使用啊，技术去做歹代志，使用技术来做一个决定啊啦，袂啊嘛，对无？伊若跟随迄个魔鬼的诱惑，这个使用去做。上爱负责任，谁要负责任啊？还是魔鬼哦？人爱负责任吗？所以这几款鬼较聪明，用诱惑的才对啊！哪有那个笨鬼那么多？戆鬼遐济，安尼一直要给人家附身，然后控制他，然后互伊去做歹代志。咱咧看圣经时阵，真的不要看字面。伊讲见那魔鬼所压制，各位兄弟，有一届吼，耶稣对伊学生讲，一般的人讲我是一罪，说我是谁？因就讲介济哦，先知啥物？有一个目睭做金做巧的，讲你是上帝的囝，啥人讲的？谁说的？彼得讲的啊！所以上帝讲哇，你这不是对人来的知识，这是上帝跟你讲的。我要甲天国的锁匙，交伫你的手中。哇，有学了无？
有甲学了无啦？有。啊，即马学了了，上帝就讲，耶稣就讲，吼，即马吼，我要来耶路撒冷受苦，我会死，去用钉死第十字架，啊了，我会第三日搁活。吼，伫讲的时阵，即个下到互学了的彼得安那？嘿，甲耶稣叫你讲，哎，袂使啦，我白讲啊，你是弥赛亚，上帝的囝，较会安尼。吼，耶稣甲讲啥？讲完啦，魔鬼怎么样？退去吧！我好多迄个摕锁匙的，说即马变啥？所以彼得到底是拿钥匙的还是魔鬼？还是要安尼解说圣经，就是本来是摕锁匙的迄个彼得，忽然间魔鬼干呐，甲复兴哦，复兴了伊就讲戆话。你要这样理解圣经吗？上好是买。耶稣咧讲的意思是讲，彼得，你这款的思考，你这款的讲法，是无出自上帝，是对这个世界来的，是魔鬼的想法。所以耶稣讲，魔鬼安那，退去吧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咱要看经文咧讲，什么叫做见那魔鬼所压制？耶稣基督要医治。伊伫遐见那魔鬼所压制，咱会当安尼来思考，就是一切无合伫上帝心意的，无论是你身体、咱身体顶面的表现，也是咱心内思考才会表现，无合伫上帝心意的，照这个世界来行的，这就是受到魔鬼的什么话压制。所以耶稣基督拢要甲医治过来，因为耶稣有这个权柄，上帝甲我圣神伫伊生命内面。所以讲诶，因为上帝甲伊伫地，耶稣安尼行有一个目的，要表现上帝安那甲伊伫地。这位有圣神同在的弥赛亚，伊行神迹，咱看到的神迹，毋过。更较重要的，伊行好事，行善，对抗魔鬼一切的作为，表明上帝甲伊伫地。各位兄弟，彼得讲到这，无讲到煞，伊讲耶稣行这一切，阮是伊的什么话？四个话，阮是伊的什么话？干净吼！我这里一定要重新。解释，咱基督徒一直咧讲的迄个干净，那个见证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咧讲，不是在讲啊，今日咱请嘉恩徛出来做啥？做见证吼啊！嘉恩就出来讲啊，我还未信耶稣之前，我是一个歹囡仔。即摆我信耶稣基督，我变甲做水，搁做乖，搁功课做好，感谢。感谢上帝，你爱讲啥？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好嘞，换人，曾听着你，我本来是罗马，即摆变信耶稣了，变什么话？好，变温馨咧，好，毋是这毋是咧做见，毋是伊本来圣经讲见证的意思，见证伫圣经意思就是 witness 就是比较是咧讲法庭上的观念，今日拿迄个文哲是倒一个？文杰，哇，文杰去用告，告讲伊偷摕物件，即摆去用告，文杰爱找一个人替伊作证，对无？找着讲，嘉英姐有看到。迄个新英姐啊，即摆他看，新英姐有看到迄暝，迄个文杰是咧看电影，所以无可能去偷摕物件。安尼新英就是什么话？见证，是这款的意思的见证，他是见证人，伊会当证明讲伊无偷摕物件。你看这个门徒，耶稣还是讲，阮是什么话？
我们是见证人哦。阮看耶稣基督对伊出来开始，阮就第一，到伊受苦，到伊死，到伊埋葬，到伊搁活，到伊上天，阮拢安那，阮拢看到，阮连会当做伊的 witness 见证人。好，重点在讲这吼，我是他们的见证人。系啊，各位兄弟，这问题有死了无？有死了无啦？安尼系啊，这样就没有什么，怎么办？谁能证明咱即马信的迄个耶稣就是真正的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，无人要插我。在迄个书道迄个时代，有没有见证人？有无啦？有啊！伊当世界去讲，阮看到。主耶稣基督就是捌讲过这话，做过这代志，伊捌互钉死，伊捌搁活，伊搁上天，我拢有看到。正啥要讲这个话？我拢有看到，主耶稣你当时看到。可是事实上，咱嘛是 witness， 咱嘛是见证嘞。要安怎？各位兄弟，上看到啦？上一当，甚至于谁可以证明你是耶稣的学生？虽然是过了代志啊，上一当证明你是耶稣的学生。我问了煞安那？好，你讲，你举手。那系啊，我们信了半天。没有人可以证明咱所信的是真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不要那么小看耶稣，耶稣走之前都安排好了。我早上去一个婚礼证婚，大家要婚礼的经文拢做歹找，拢唔知要找啥吼，要找一个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经文拢找无。结果新郎自己就选了说。牧师，我们要那个约翰福音13章35、36节，在讲迄个主新的改名啊。这样，这讲过了改去啊。好啦，伊的指点就讲，忽然间想到，耶稣上尾安怎讲？伊讲，我互你一个新的改名，就是恁着三听。恁若亲像我安那听恁同款是无？恁若有三听，上尾一句是讲啥？证人要安那？对安尼，知恁是我的学生。安尼有见证无？有无？世界要安那对对知影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？三听对三听开始，其实嘛是对下大耶稣做的代志开始。下大根本做写耶稣做两项代志，得两项。行好事来咧，医治。我唔是医生啊啦，要安怎医治？我讲过，根本是讲。医治一切魔鬼所啥物货压制。即马你若看到讲，穆恩，即马开始这个爱趁钱，大家拢做爱趁钱，趁啊拢无爱来教会，无爱读圣经无爱对人好，无爱关心人，一直拢趁钱。各位兄弟，你会当甲了解这是受魔鬼的压制未？是不是？这是不是一种受魔鬼的压制？是啊。你若去甲陪伴，你若甲伊做伙，你若甲挽回，安尼是不是一款的医治？是不是？各位兄弟，咱拢会当做这的事工，咱拢会当做这的代志。有人受伤，有人艰苦，有人破病，有人受到压制，咱甲因徛做伙，咱坚固因的心，咱为因来争取因的权利，
这拢是一款 fix 修理医治，这拢是出伫咱听上帝，出伫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去做这个代志。上尾伊讲的，伊讲伊吩咐阮传乎百姓。我要问，所谓的那个传乎百姓，迄个百姓是啥物人？